托马多炒豆腐出菜啦！红菇，很是好朋友，一只大金条，两只做上桥。哇哈哈，哇哈哈，节目就要开始啦！阿妹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阿爸，阿妹冇地方哈，你出去吃泡好么啊？哦，哇，好棒好棒！去餐厅，去餐厅。真好。不过阿爸答應阿妹，天窗愛切個豬排半到時，所以阿你下嚟地方卡是啦。阿爸，你買豬排啊？成果好講笑，阿爸係個最強嘅台廚師啊！等下你都有手啲咧啊！真係也會解啊？我唔知呢。最強嘅台廚師出菜啦！哇，好多菜哦！阿爸今天係最強嘅台廚師。阿爸，兩派乜噶？哦，托馬多炒豆腐。加兩盤呢？豆腐炒托馬多。要買冇窮用啊？冇窮用，一盤係托馬多多的啊，一盤係豆腐多的啊。明明就是一樣，還說不一樣。咁就是啦。最強嘅台廚師出菜啦！拜託，賣頭馬豆。賣豆腐，拜託。來，叫到過來，來，你都看，阿爸做冇窮人菜咧。又係頭馬豆，又係豆腐。阿爸，菜哪有冇窮人？冇窮人啊，我喊做咧托馬多豆腐湯。阿爸人都講，托馬多撈豆腐係阿爸最好食的東西。不管係哪個時間，還是會食到托馬多撈豆腐，就會滾一當飯耶。可是阿爸，我記得世界上還有別的菜啊，像是玉米啦、香菇或是芋頭。錯啊，還有球哦，番薯、發菜、風菜、高麗菜、鹹菜。好啦，愛啲咧啦，冇愛人好咧啊！你來加菜，披薩好冇啊？加菜。喂，當好是披薩店啊？瞧，我係一台披薩。乜噶？介紹你隻托馬多豆腐披薩好咧啊？是冇啊？買啦，我哋就買托馬多豆腐披薩啦！咕，世界最偉大嘅英雄，速快去更多啦！我肚需要。冇問題，出來咧。等，大家兩個。我好食大樂個。等，睇披薩。我好食披薩。等，睇漢堡。我好食漢堡。加創意實得來睇書，我就是豆腐。加創意天朝嘅衛星嘅任務。想我食豆腐冇問題，我來做豆腐。等，撩豆腐好難啊！買菜喲！那到以後阿爸來買菜，這樣就不用天天吃番茄和豆腐嘍。
请问你有哪些菜？马介都有，就系冇头马豆老豆腐。还怎么？还有马介啊？还有爆烧、香菇、Q 鹅、发菜。哇，爆烧、香菇、Q 鹅、发菜，还怎么？我已向爱爸来买，我已向爱爸来买啊！条来买啊！买菜啊！买菜来了！买菜哦！阿爸，快点，有好多菜哦！慢慢哈，来看啦喂，先生，你来来到香菇、爆烧、和提发菜都当起哦。你认为多么头马豆老豆腐啦？就系冇头马豆老豆腐。刚才我卖马介啦。水果，你找你啦。阿爸。人家想吃玉米，还有香菇、茄子、花菜也不错啊。爸爸，我们买一些回家煮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真紧系啊，炒爆烧、炒香菇、炒 Q 鹅、炒发菜，成意是个就唔会炒你啦。真紧的嘛？好啦，我就买到爆烧、香菇、Q 鹅、发菜啦。哈！终于不用再吃番茄和豆腐喽！世界最伟大的英雄，蔬菜就更多了。我肚需要。冇問題，菜來咧。等等，大家兩個。我好是家兩個。等等，睇披薩。我好是披薩。等等，睇漢堡。我好是漢堡。加上一樣嘅提示，我就是tomato。tomato，種tomato。很死了被tomato哦。真是谢谢买菜的人呢。等一下就有爆烧、香菇、Q 鹅、老发菜做的是嘞。出菜啦，是盘啦。Yes， 炒香菇，炒玉米。Yes， 炒 Q 鹅，炒发菜。Yes。等等，提出tomato豆腐炒面。提出tomato豆腐炒米粉。提上出tomato豆腐炒饭条。又係tomato老豆腐，還都係一條一條誒。阿爸，你剛剛買的玉米、香菇、茄子和花椰菜呢？哪裡去了？嗰啲啊，我都唔會做，豉油啊，攞出嚟啊，拿出來炒炒啊，太高興啦。這樣子，沒關係，吃飽最重要啦。錯，是飽最重要。哎呀，真緊當排泄啊！教年好咧，天高夜我就去買食譜進來研究，看樣辦做爆燒、香菇、老發菜啊！乖，唔過見半夜咧，大家喊嚟食些tomato老豆腐好咧啊！阿爸，你不能騙我，真的要去買食譜哦。好啊，講到做到，食食飯啊！來，食啲tomato。
来，是到豆腐。加油老麦讲，我是太厨师启明，我是谁厨师泰国，太厨师谁厨师上台一鞠躬。咱们太厨师基本日準備乜嘅材料？今日有香菇、椒麻，還有蔥誒，也係零精，還有泰羅皮咧。太廚師，你那香菇，薑嗎？蔥啊？凌韻，拍菜聽，到底愛做乜嘅菜呢？睇看啊！睇看啊！我睇唔到啊！條條老唔講，我愛煮雞湯。雞湯，救命啊！太哥，客家進來啊！我講笑的啦，其實我愛煮的係長菜湯。山路彎彎彎，兩節火車突突突，三二姑娘水水水，四月頭髮 wonderful。一條山路彎彎彎，兩節火車突突突，三二姑娘水水水，四月頭髮 wonderful。一條山路彎彎彎。兩節火車突突突，三二姑娘水水水，四月頭髮 wonderful。山路彎彎彎，兩節火車突突突，三二姑娘水水水，四月頭髮 wonderful， 四月頭髮 wonderful。紅菇係好朋友，一隻大金條，兩隻就上橋。哇哈哈，朋友你在飛啦！